Hello，大家好。我係 Eric。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過去幾年有寫過喺 IG 或者係喺 Thread 度寫過一啲關於流年嘅現象咧，大家都會發現到其實都好多都會同現實會比較相符嘅。所以我亦都嚟緊係拍多啲 view 去講俾大家聽啦。亦都希望大家做好準備啦，要留意我講嘅事啦。OK，做好防範啦。OK，事不宜遲啦。直接就講關於下年2026年丙午年嘅一啲實質嘅情況。下年丙午年咧，各位一定要注意一啲傳染病。OK，有機會可能會有啲新嘅傳染病或者係新嘅病菌細菌。OK，唔知佢有機會廣泛性傳播。其實我唔係想做一個所講嘅恐嚇性嘅預言啦。OK，但係我都希望大家做好準備，同埋做好防範。有機會係一啲關於可能呼吸道啊、鼻腔啊、OK 鼻啊、整個呼吸道啊、口腔啊嘅病啊，容易有病從口入嘅現象啦。OK，亦都有機會係有啲所講嘅譬如係蚊叮蟲咬透過可能係昆蟲傳染嘅病毒，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嘅。有機會係可能一啲新型嘅病毒都有機會。所講嘅可能做好譬如防疫措施啊，又或者係搓手液啊嗰啲退熱貼啊嗰啲，其實一定要做好準備。入多少少都唔怕，因為我覺得係自己做好準備之餘啦，亦都係可以 share 俾人啦咁樣。OK，因為拍 views 嘅關係啦，所以我就唔可以講太多，即係唔可以講太耐。我會逐段咁樣同大家講嘅。希望大家留意咗先啦。OK，多謝各位。